那我只好装聾作啞。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姐姐与我的亲近，眼下的疏离，真叫人心寒。舌头跟牙齿都免不得打架，若有合适的机会，还是要和王后修好。此事已与唐夫人和芈月说妥，永相令也带人去给长宁殿重新挑选了陈设。王后却有异议，这是为何？芈月不仅是臣妾的应室，更是臣妾的亲妹妹，臣妾与她一向親近。如今芈月有了身孕，理應住到交房殿，由臣妾親自照顧。大王卻讓她到唐夫人的長寧殿。知道的人會說，唐夫人為人穩妥，大王考慮周全。不知道的，還以為臣妾容不下自己的親妹妹，硬要把她趕到唐夫人那兒寄人籬下呢。那依王后之意呢？交房殿是後宮最大的殿宇，正殿由臣妾住着，東偏殿由孟昭氏和景氏住着，可西偏殿整個都空置着。與其讓芈月去打擾唐夫人，倒不如讓她搬到交房殿來。寡人只是想，當兒還小，又有那公子壯需要你隨時照應。他不是你親生的，相處起來可能不容易。大王放心，這些事都是臣妾的分內事。只可惜那公子壯與當兒相差太多，弄得當兒總是一個人在交房殿裡孤單單的。若有了芈月的孩兒，兩個人可以相依相伴，一同長大。王后如此識得大體，體貼賢良，就照王後說的辦吧。謝大王。我要木頭小人打架！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大小人打架！当兒，怎麼了？受什麼委屈了？告訴我，你想要什麼？我要木頭小人打架！這是怎麼了？這木頭小人是玳瑁姑姑從宮外買來的，做得精巧，還會打架。公子喜歡至極，用小刀破開了小人的肚子，想看看裡面是否藏有小鬼。結果木頭小人碎了，再也不動了。這孩子，當兒乖，莫惱。婆婆給你做棗泥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我要吃棗泥糕，我要讓木頭小人打架。當兒乖，母後再讓玳瑁姑姑再去買幾個小人啊。既然這樣，玳瑁姑姑，明日你再去宮外叫那個匠人再給當兒多做幾個小人，他要多少斤就給他多少斤好了。是。當兒沒事了啊，玳瑁姑姑再去給你拿幾個小人。好。怎麼樣？看看我這桃仁，這是我店裡的好東西，做的特別的精緻，怎麼樣？來一個啊，這是我自己做的啊，這有點意思。我向你打聽一下啊，先前我記得在你這兒買過一對會打架的木頭小兒啊，拿回去家裡公子喜歡，想再買幾對。早就沒有了。你以為那是一般的小玩意兒？相傳那是魯班的弟子偷藝學的。你能買到一對，那是天大的運氣啊！你可知那弟子的下落？那種人，那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沒準早就駕鶴成仙了。哎，你再瞅瞅這些小玩意兒，有沒有喜歡的？挑一個吧。啊！新鮮的果子。姑姑，姑姑跟我来。2月有余，你讓子歇望我一傳。公子歇，不是我不想幫你，此事難辦。月兒可看了我的書信？姑姑還沒有給月兒。我把信給燒了。姑姑怎能如此狠心？只是你這封信來得太不是時候了。姑姑，子歇等你的回音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為何不能成全子歇？不是我不想成全你，是太晚了。我望月兒咫尺之間，月兒望我陰陽之隔。我讓她知道我還活着，有何不妥？你最好讓她以為你已經死了，這樣對她最好。
我曾经听他親口對奎姑說，世間再沒有以往的羋月了。我不信，玉兒她不是那樣的人。我要怎麼說你才能相信呢？實話跟你說吧，她有了身孕，懷上了大王的孩子。公子，還是把羋月忘記吧，只當過去是一個夢。抱歉。可看清楚了，那真是公子歇，絕無差錯。奴婢在楚國時跟公子歇見面又不是一次兩次，音容笑貌一望便知。黃歇還活着，那這些年他到哪兒去了？為何現在才現身？奴婢跟着他走了很久，最後見他進了雍府。雍府？哪個雍府？就是咸陽城內大名鼎鼎的雍瑞的府邸。雍瑞，就是坊間傳說的那個嬴夫人的枕邊之人。正是，不知是否與嬴夫人有關？大王好像很器重他。就算大王念舊情，雍瑞是謹慎之人，也會因為大王與羋月的緣由，對黃歇這種人心生忌諱，避嫌遠移。奴婢猜測，那黃歇並未用其真名。對了，他進雍府的時候，奴婢聽旁人稱他公子倩。公子倩，公子歇，遇事真言半遮面。這下太好了，羋月的把柄抓在了我們手裡。身為宮眷與人偷情，這是妄剮千刀的大罪。若讓大王知曉，定不會輕饒他們。姑姑這話可動腦子。